来这是疾管署上新的统计，讲今年的2月，其中有一礼拜，因为落车去看医生的人数是高达11万人，大部分拢是为着这个诺罗病毒造成着急性的胃肠炎。讲因为这个新冠病毒，大家拢是喷酒精甲这个打洗手，但是这对消灭诺罗病毒的效果无好。医师来提醒，爱加强淡洗手，用这个杀蚊地裤来洗手，才是防范之道。摕酒精喷手发生疫情了后，真侪人拢会用这种方式消毒，啊无就是用打洗手，因为这病毒细菌地方消灭。不过这个想法恐惊唔对。病毒性肠胃炎最常见的一些诺罗啊、轮状病毒这些的话，洗手的话，我们用酒精来洗手，它的效果是不好的。进前台南一个95岁阿婆，落屎5天，发烧佮腹肚痛，家己大便送去检验，发现是轮状病毒和沙门氏菌感染的急性胃肠炎。医师讲，因为疫情，真侪人定定会炸酒精、打洗手消毒，不过因对引起急性胃肠炎的诺罗病毒佮轮状病毒的效果无好。医师讲，今年2、3月，因为急性胃肠炎来到病院急诊的人数都超过500个人，疾管署监测的数据愈侪。搞单周就有出现11万人次的那个肠胃炎就医，还是要洗手，不要忘记要用肥皂来洗手。医师讲，胃肠炎主要是因为粪口传染，民众食物件传食，或者是离开便所拢爱洗手，而且爱用地裤洗才会清气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